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子靈星語 channel，又係我 Steven 啊。咁喺本集2026年丙午年來年12生肖運勢，就會同大家講下屬蛇嘅朋友喎。屬蛇嘅朋友來年同屬龍嘅朋友一樣，都係冇乜特別，各方面運勢都係比較平穩，所有事情呢都會有少少不似預期。運氣指數係3粒星，首先係愛情運，感情方面比較穩定。有時進一步可能會令對方卻步，倒不如靜靜觀察對方，聆聽對方感受，可能會有出人意表嘅效果㗎。之後係事業運，喺工作方面冇乜太大變化，付出同回報呢感覺不相稱啊。但有時如果想過於突出，不如做好自己本分，可能會收到一啲意想不到嘅效果㗎。之後係財運，財運方面錢財一般啊，投資呢唔一定有理想回報。最緊要學識正偏兩財之間取得平衡，唔好太過容易相信人哋嘅說話。最後係健康運，來年健康比較平穩，唔好期望付出就會得到即時嘅回報，時間先係最好嘅見證。堅持努力運動，保持良好飲食。來年守命星係紫微星，幸運數字係3，幸運顏色係紅色，幸運植物係木棉花。本集就嚟到呢一度，如果大家覺得我條片有用，都係嗰一句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即係 COS 我嘅 channel。另外就係撳個叮叮鐘，咁就可以收到我 channel 最新資訊噶啦嘛。而最後嘅就係，如果覺得我條片有用，幫手 share 俾啲朋友支持一下啦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